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講下新大運輸嘅考試詳情先嘅。首先訓練員呢就會傳送你到呢個總站啦。如果你係 TD 至 SD， 如果你係 TD 至 JD 嘅，上車後先閂門。訓練員如果話可以開始，咁你就可以開始。然後記住緊記啦，係唔可以衝紅燈嘅。衝紅燈呢，按照訓練員指引會被扣100分嘅。俾人扣100分嘅話，就等於你 fail， 合格分數為60分。JD 至 SD 呢就係特別啲嘅，佢係喺呢個地方，然之後 U-turn 到上山先嘅。我今次就駕駛得唔太好，Kingsley 呢係揸得好啲，特別明啫。好，今日呢就考試詳情就講得咁多先，拜拜。